拉姆納拉揚拉姆。僅念誦咒語和冥想是不夠的，你應該早起刷牙。如果牙齒不乾淨，你會出現胃部問題，然後祈禱照顧好自己的健康，不要讓胃空着，但也不要在胃已經飽的時候進食。如果在胃飽的情況下吃東西會導致胃酸過多。如果身體不乾淨，你會產生很多煩惱的念頭，你會感到不適，並且會忽視自己的工作。保持身體清潔，注意健康，讓你的意識專注於阿吉那麥倫。無論你有沒有經驗，都要練習冥想。不要暴飲暴食，也不要一早就喝茶，可以喝洗過米的水、甜水、白開水或牛奶。飯後半小時再喝水，這樣可以防止胃酸形成。吃完飯後不要亂跑，休息一會兒，你會感覺更清新。晚餐應在日落前結束，並在上午11點至傍晚之間完成所有進食。睡前喝點水。如果在日落前吃完晚餐，你可以避免高血壓、冠心病、糖尿病等問題，這也會給女性帶來很大的益處。用溫水洗澡，用溫水清洗眼睛，這樣可以預防白內障。靈性修行不僅是念咒和冥想，它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洗手洗腳，保持家裏一塵不染。